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對我信仰影響好深嘅書，亦改變咗我對豐盛生命嘅理解。呢本書叫做《聖靈在行動》，係亨利同馬文布克比合著嘅。呢本書係寫俾成年人基督徒睇嘅，即係好似我呢啲人，可能由細喺教會大，聽過唔少講道，但內心總覺得好似仲爭啲嘢咁。以前我成日聽到豐盛生命呢個詞，但老實講，我其實唔真係知道代表咩意思。直到我睇咗呢本書，而家已經睇咗唔止一次，每次睇完都會有新得着。所以今日我想簡單咁帶大家行一轉呢本書，分享一下佢點樣改變咗我同神嘅關係。呢本唔係一本故事書，而係一本靈修指南。佢講基督徒點樣喺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經歷聖靈嘅能力同同在，唔止係喺禮拜日或者靈性特別高漲嘅時候。作者帶我哋回顧五旬節發生咩事，然後將嗰啲事同我哋今日嘅生命聯繫起上嚟。佢哋指出，昔日充滿初期教會嘅聖靈，今日仍然喺運行，仲係可俾我哋經歷嘅。但問題係，我哋有冇用聖靈真係喺度嘅心態嚟生活？一、豐盛生命唔係成功，而係關係。我哋成日以為豐盛生命就係擁有更多嘢、更多錢、更多平安、更多成就。但呢本書話俾我哋聽，所謂嘅豐盛，其實係更深層次嘅嘢，係一種每日同神親密同行，被聖靈帶領嘅關係，由得救嗰一刻開始，直到永恆。永生唔係等我哋死咗先開始，而係喺我哋信主嘅嗰一刻就已經開始咗。如果我哋真係同聖靈一齊行，咁永生就已經喺我哋生命當中發生緊。二、冇咗聖靈，就冇所謂嘅豐盛生命。作者提醒我哋，單靠意志力或者良好嘅意圖，我哋係冇可能活出神要俾我哋嘅生命。聖靈係耶穌俾我哋嘅禮物，佢打開我哋屬靈嘅眼睛，提醒我哋，教導我哋，俾力量我哋去服侍。聖經話，當聖靈降臨喺你哋身上，你哋就必得着能力。呢個唔係話要我哋變得超屬靈，或者搞咩神秘經歷，而係學識點樣一刻一刻俾聖靈帶領。三、一個被聖靈充滿嘅生命 vs 一個屬靈乾涸嘅生命。呢部分真係令我停一停，反思自己。書入面講點樣分辨自己係咪真係喺聖靈入面行，定係其實只係漂流緊。被聖靈充滿嘅生命會有敏銳去聽神聲音，不動搖嘅信心，黑暗中仍有希望，基督式嘅愛，眼光放喺永恆。但一個屬靈貧乏嘅生命就好容易出現疲憊、冷淡、懷疑、麻木。我哋好容易唔覺就滑入咗後者。四、平凡人都可以被神使用。我最中意呢本書其中一個地方，就係佢鼓勵平凡人。你唔需要做牧師、傳道人、敬拜隊領袖先可以被神使用。神睇重嘅係你願唔願意信服，唔係你有幾叻。你肯講一句主啊，我喺度，請用我，他就會裝備你。唔好淨係追求聖靈嘅恩賜，要追求聖靈本身。唔係睇你可以為神做啲咩，而係睇神可以透過你做啲咩。講真，未睇呢本書之前，我成日覺得自己喺信仰上卡住咗。我信啱晒所有教義，但就唔覺得有咩能力或者真實經歷。但呢本書打開咗我對信仰嘅眼界，俾我明白豐盛生命唔係靠努力去爭取，而係靠降服俾聖靈完全掌管我嘅生命。每次重睇，我都會再一次被提醒，唔好再靠自己嘅力量，而係讓神喺我入面工作。所以
如果你都曾經感覺到屬靈乾涸，對豐盛生命感到迷茫，或者渴望更親近神，我誠意推薦你睇《聖靈在行動》呢本書，搵個安靜地方，慢慢睇，反思，讓神藉住呢本書向你講嘢。因為所謂豐盛生命，就係由你講出主啊，我喺度，請用我嗰刻開始。